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來咧》，我是綜藝群阿群妹，好廿一部嘅好天使，請咪進來見好了。故說大家係唔係準備好開始？出去行行聊聊嘅，故說今日節目當中就愛來同大家來分享，做得出去行行聊聊嘅行程哦。今日節目當中邀請到嘅來賓吼，做得講係你客家電視台嘅好朋友，咪係一位音樂人咯，細細嘅來分享佢，分享王子賢，分享。大家好，我係王子賢，安叫我來。好，分享子賢來到節目當中，接下來佢哋帶來另外一位新朋友來到你客家電視福起來咧，分享一次分享。大家好，我係邱一慈。今天很開心可以來到這邊跟子軒哥一起分享這個活動。對，同後生嘅小阿妹，對不對？好，黃子軒。哥不要亂講，叫小軒就好。對，你要講一下，因為認識到安尼一慈這麼年輕的這個女孩，韓國沒傾下來合作。去年記到按屬實記到是係因為記到到台後嘅畢業製作嘅時節，記到做一隻專題叫做復刻鄉音。記到該東西落去關係落去訪問啊，所以該東西是有談記到應哦，看記到做嘅東西是知道，了到小朋友，唔係小朋友，了到同學哦。因為講是個太空嘛，對你來講算小朋友啦。對，就是很有心啦，然後動有心，所以你了時節，你有辦一條發通嘅時節時候，要搶記到來強下來做，強下來表演。沒包含亞白嘅發通，很多內山胡同俱樂部，對不對？其實劇樂部。劇樂部，音樂嘅哦。諧音啦，諧音。對，嗰時候其實亞白係幾隻同髮機嘅發通，那一慈亞白來參加亞白嘅發通，同大家來了解一下，你一開始出來嘅時節，剛剛子軒有說是這個復刻鄉音這樣子的一個，算是你的畢業製作的一個團體，對不對？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團體怎麼會這樣子產生。其實我們那時候是在想說，到底要做什麼畢業製作，然後就想說好像要跟一些文化有點相關，然後那時候就覺得可以選一個族群這樣，然後我們就討論說，原住民啊、客家等等，後來講到說客家，就是我們好像都有點相關，因為我是客家人這樣。你是哪裡的客家人？我是國姓。南投哦，南投嘅客家人哦，對。然後就是我們就覺得，那就是一起來做客家文化相關的東西，這樣。對，所以就是你們的畢業的作品大概是哪一個類別？因為像我之前像阿 Q 妹妹係讀大眾傳播科系的，那我的畢業作品可能就是一個電視節目。那我們上一次也有訪到這個克林感的，也是大四的小朋友們，他們的畢業製作就係一張名單，那名單底度不用懂的音樂，都在同大家來分享。所以我想問看一慈，你們的畢業製作的形態大概是怎麼樣的類型？我們是有做書冊，然後是也有去收集一些客家莊的環境聲音，對，然後主要是這個展覽會是以聲音為主軸，可是我們會是借由訪問，就是我們自己會列為中生代、新生代，還有比較像八音的那種比較傳統的，對，就是把它分為三個面向，然後去訪問這方面的專家。對，把它做成書冊，然後也就是進而內化到我們自己的創作裡面。對，你們還發了一張 EP，對不對？那這 EP 裡面的歌曲，其實你要的雖然有動態部分嘅成員是客家人，但是對於客家話還熟悉嗎？不太會講，所以不熟悉。對，那在裡面的，比如說歌詞啊，或者是因為你寫歌的時候，你一定要先了解歌詞的意思嘛，而且你是要寫客家的歌詞。對，當初會覺得很困難嗎？蠻困難的。怎麼找到這些協助？是我們其實一開始是先把就是我們想寫的內容，把它就是用中文寫下來，然後就是找會講客語的朋友或者是一些長輩，就是幫我們翻譯這樣。然後可是因為有一些詞不是很好翻，所以其實我們有修改很多次，然後就是請他們講，然後我們把它錄下來，就是用聽的去學這樣。哇，所以其實安陽嘅一組後生人嘅團體吼，看起來真係本人有一種那種耳目一新的感覺。那子軒，你當初接觸他們的時候，當初有什麼交流或者是合作嗎？
该东西咪系谈记到音乐，是有谈到记到有2-3条的歌曲啦，还有可能有1-2条的方言的歌曲。所以起头可能爱读记到了张颜色是一个可能咪系写安样的歌曲。所以其实可能了1-2年哦，爱做的当到发通的吼，任何费也好，其实当好土了着新生态嘅客家嘅歌手啊，可能为了变做当专业嘅客家歌手，来参与安尼做客家嘅发通、客家嘅事情，因为我觉得客家是像一个门槛，那我觉得。他们这个年纪需要跨过那个门槛，只要跨过那个门槛，让安尼客家好接触好多的时间，他们就会慢慢把这条根啊，他们的根哦，慢慢找回来。对，哇。我最近也常跟他讲说，可能从爱两批的新生态的客家歌手哦，其实应该很有一条建议。到客家种的时间，用办个学讲客家话，用办老爱阿婆。用办到客家种落去老人相处，过了下可能我们大概小1轮的，记到的环境，可能记到的爸爸妈妈，会谈唔到客话嘿，谈唔到，记到的爸爸妈妈是可能是唔晓讲的，所以记到对比安尼来讲，记到的客家环境很少，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有机会哦，图记到图新生态的歌手，新生态的客家做文化人来参与，像安尼做通绕美共用的意思，好让他们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多跟客家的文化去接触，那未来可能他们会开出比 Annie 很老这样的发明。哇，真嘅！虽然我跟子轩很熟，Annie 时代还没同接来讲小口，不过也很爱真要留佢搭数，和天神好上人来加入也客家音乐腔下来做，故所也摆咩腔下来合作，今年同法节嘅发动按到内山胡同剧乐部，同大家来讲一下，生来这么嘅要按到有得名嘅。其实内山是推山线哦，因你礼拜做的提凤台提捞，因你推山线有关系，像关系啦、博山啊，博山是好近哦，还有一家是突然的山行吼，所以其实了山在为所，因你做的事情咪动模共用，有全部捞通法有关系啦，都款的都通法，不过到因你博山一家沙湖里艺术村哦，就在湖的旁边嘛。你到府的彭孙是盘家进哦府，然后到山坑，其实我们也是做音乐跟导览的结合。对。那当然在关西这一场很特别，是你老牛栏河剧场啊，牛栏河剧场，你向下来合作一场环境剧、环境音乐剧，让大家走的土台噶走的款戏、tango绕散发。绕散发是做在看到你通发的，有一条动特别的位所，做在看到你的通发。对，古时候其实也拜个内山胡同剧乐部，其实有3重发通，刚才有讲到吼，关西韩国宝山、韩国三行也3只位所，分别喺啲乜嘅时间同大家来讲一下。第一家最先开始的是安尼的通系关系吼，是因为安尼去年做一种通绕嘛，同区关系，所以用那只名同换成同花的同，到4月18号，安尼到安尼关系的绿茶温家宝开始。然后一直在这个大概1公里内的范围呢，然后呢有3场不同的剧情，是会移动的，哦。那我们会安排，比如说下午2点、下晝2點的時間哦。新年28號下晝2點開始。下晝2點是有3重的時間第一重。劇場是這樣，第一幕第一幕的概念，對，就在哪一個位置比如說在綠茶溫家寶。第2幕就在我們仙草博物館走一個茶園的小徑。第3幕是轉到牛欄河劇場來表現最後一個劇情。那中間環境劇其實觀眾的參與也是很重要，所以唔但強係重個款戲台家繞散發也動重要。哇，古時候就像之前講的吼，也1公里差不多吧，1公里內按重。對，那大家可能會見下，韓國停下來可以下表演，這個行啊，這個可以下表演。古時候我之後要這件係動身下貴不卡太些，不管是你帶新人的，也可以講帶毛小孩，全部都
非常适合啲啊同花季韩国呀一部嘅天使暗红嘅时节出去行行了了，故所大家唔記得咯。4月28號歡迎大家去到關西來參加佢下嘅內山胡同劇樂部，休息一下，等下還有韓卡度嘅內容，我同大家來分享哦。大家要進到福起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嗬，新來也同花季愛開始，大家做的戲內片了。今日節目當中係邀請到啲音樂才子和黃子軒，韓國嘅新嘅好朋友，有一次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嘅新嘅發通號，按到內山胡同俱樂部的4月28號開始，有溜溜咻咻3場發通，愛同大家來見面。嗰首剛下子軒有講到嗬，第一場係4月28號到關西。不過其實你去年到前年有一段時間都啲關西有做動作事情，表演方面的事情、音樂方面的事情，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差不多到千年代哦，2016年的年代時節是到關西你繞其實有重做新構嘛，是內山公路，還有繞你關西改編的勞改123劇團，然後做一個雙十戀的那個客家版的《羅密歐與朱麗葉》音樂劇，其實那時候也是該東西沒你做那隻環境劇的，也是環境劇，一隻可以去年的時節是應該轉到關西去圖你的關西的小朋友走通繞，所以差不多咧1-2年有動到的繞提鳳走的跟社造單位或者是一些藝術單位。有動到做啲合作嘅一家豐年啊。對，不過我知道其實環境劇啊、環境劇呀，其實係一種喺台灣上係種新嘅嘗試演出的方法，因為佢愛攞整個地景的環境愛來結合，韓國又愛同遊客可能會有這個互動式的演出。子軒你自己跟大家分享一下，去家來參加環境劇這樣子的內容表演安排的時候，有沒有覺得有哪一些驚喜的部分？其實我除咗做環境劇嘅時節，對我你來講最大的挑戰是音響的設備音響設備。對，你要像你那個28號關西的，你是要走1公里耶。所以你會青島該只做啲土來土去嘅一隻音響，因為其實我們自己也覺得很特別，因為你款戲嘅時節，好加係好做你款戲係，我們在觀眾做定位，然後。那個演員他們不斷的變換場景，但是在我們客家莊你走那隻體景音會或是環境劇的時節，我們希望大家去踩點，透過戲劇去多認識地方的環境。所以其實你是這樣移動的時候，其實對觀眾來說，他們也是一種。很多問號因為他們會覺得說要去哪裡？對，看個戲這樣要一直走來走去，但好累哦。可以給我輪椅嘛？然後就其實就是對他們來說也是很新的，所以其實對你來講動作的小改，用辦讓你的觀眾朋友做得地，用辦來進行那家環境劇的參與，所以我們也必須在文宣上面有做一些不同的。提醒，比如說我們的那個庫卡背面其實就是地圖他們要怎麼跟着地圖幾點的時候移動，第一場景是什麼，第二場景是什麼，第三場景是什麼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因為牛欄河劇團劇場佢都是做了才環境劇有未動到年時間的，所以佢就動就經驗用辦圖觀眾，用辦圖來關西的遊客進入那個劇情，跟他們一起同樂，這是很重要的。對，所以也是一種懂新的方式，也是一種很容易讓觀眾可以投入到表演裡面的方式。我們錯。對，故說唔單唱呀，4月28號到關西，接下來係5月5號到寶山，佢也係從發通要會邀請到按到馬個團體來表演。
园嘅厝园哦，是因你到博山的沙湖里艺术村嘛，你从事好从因你好家看到的任何费的形式，所以其实因你是除了因你王子县绕三品块和绕肠道复刻乡音，还有去年因你台湾任何台中那都手匠体面的柔米，还有一只是其实没乡音，不过叫做新移民，到上一张 Annie 那都进口这种的专辑的 DJ series， 所以空下我们来唱一个属于新时代的客家歌。哇，古时候其实呀，规场发通咩係用啲2點，好主头2點到5點。韓國剛剛子軒有跟大家講，其實它是一個餐廳，對不對？它算是一個餐廳。它本来是一个在湖畔旁边的一个咖啡厅，但是因为挑价对 Annie 客家的东西是冻机器啊，所以其实本身去到入园都是要收费的。你要白 Annie 是因为通化嘛，在宝山水库哦，如果大家过去有经验，其实沙湖里艺术村在桐花季的时候，通常也是热门景点。你们可以想象，就在湖的旁边有山，山旁边就开满桐花。那有山有水的感觉。演出者就在湖的旁边的舞台啦，唱歌给大家听，所以是很浪漫的一个享受。不过亚你黑不黑其实是不用收这个门票费、入场费的。老板支持，你挑价机器，你客家文发通啊，是对。该你从时50千呢，进场不用钱，可是还是要在那边最好在那边消费一下，对，鼓励大家喝饮料、吃小点心。对，没错，很浪漫，真的很棒。哇，真嘅，韓國亞從咩 TP 有唱到這個復刻鄉，也就是一詞加到嘅團隊來演出。其實亞白嘅演出算是一詞第一次。復刻鄉第一次按用的公開的場所來演出是嗎？对，算是。对，所以其實我剛剛拿到，其實這也是一詞家的畢業制作嘅作品，我很驚豔，就是太后上畢業制作嘅作品都得做到按用，這是你們的 EP， 你們的 EP 3首歌，但是裡面內容好豐富，做的比一般客家歌手的專輯還要，比你的還要豐富。對，下次可以幫我們子軒哥設計一下。麻煩了。对，而且就是你看它整个从文宣的设计，这都是你们自己做的。对，还有整个图案的设计，因为后面那个是我们去过的客家庄，然后把它做成地图。我看一下写哪里，这是什么？新埔。关系米农，所以其实这就是整个你们的设计就对了。对，就是我们去过的地方，就把它画成一个地图。是。你两排发通的整个设计啊，包括台家有很多的样片哦，还有这个主视觉设计也是一直自己设计的。哇，真挺黑，前途不可限量的年轻人，还有嗓音。同大家来分享一下亚拜第5年5号。在这个胡同音乐会的演出，会唱几首歌，全部就会从客家讲会唱客语，也会唱国语。这次全部都是唱客语。对，我们会带来3首创作，然后可能一首是 cover 歌曲这样子。对。哇，所以其實亞白嘅演出咩真演係咁精彩哦，請大家敬請期待我們這個復刻鄉音第一次在公開場合的演出，也是因為子軒有沒有天神呀的好嗓音，本太家做的談到這個新生代的客家嘅音哦。故說其實太家看到子軒現在拿着吉他，故說哇太家有耳福了，我來唱歌我本太家聽，今日我帶來乜嘅歌曲呢？其實哦，大概5年前有做過一家通化的歌曲哦，是一家客家田溪頭該東西桐花季的一個宣傳，所以我這次想說把這首歌拿來真的現場來唱，然後這首歌叫做《通化快樂心吧快》。有印象，這種是桐花寶寶在唱的。這次我化身這個桐花老寶寶。好，我們在掌聲歡迎桐花老寶寶。人數變來，多數變來，馬英新聞哪可以來？人數變款款，多數變款款，同化回來新發開，同化回來新發開。
开来心花开。唱台架手强啊，来好啊，一起好不好？1 2 3 4，真数遍来，多数遍来，盲眼睛看打开来，真数遍看，多数遍看，风花开来心花开，风花开来心花开，风花开来心花开。休息一下，稍后来再跟来讲Annie子轩的内山胡同剧乐部。好，欢迎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今日节目当中，要同大家来小结和今年同化制作的戏嘅素材，唔但唱好，做得来弹好弹嘅音乐，还做得来看音乐剧哦！吼，故说吼，第4月28号係啲關西，5月5號係啲寶山，稍後來係第3場，我繼續來唱子軒來同大家來小結一下這個5月6號嘅發通。5月6號嘅呢場哦，是係因為今年哦，你其實有一家漢芒共譜的一家南華一家系列的活動，是你黃子軒與3平塊嘛，3線平塊是我們過去幾年的一個重點，所以今年其實你有一家就是小都漫遊東南東山水漫遊，其實是你哦，就是移動。我們黃子軒與3平塊就是不斷的跟在幾個在地的導覽的地點去移動的演唱，所以其實5月初6兩場其實又到好像這系列的活動的前面的一個前哨，它其實就是我們會在那個三坑老街的那個永福宮啊，帶大家去繞散髮。土台尬也繞散髮是從永福宮到他們的親前地，然後最後到這個三坑鐵馬道。鐵馬道它是一個很漂亮，就是他們過去規劃有一個地方叫做好像叫油桐小徑，那在桐花季節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啊，通髮時另一棟菌就在你旁邊，然後整個就會開滿，然後滿地真的是像下雪一樣。哇，古時候沒其他素材嘿，其他素材一般人看到就是山紅、鬼片呢，當到油桐髮，不過亞洲素材冇用用。亞洲素材是因為它的鐵馬道離山很近，所以你在走上去它那個鐵馬道的時候，你就發現桐花就在你旁邊。所以其實 Annie 是土台尬島3項路界啊。然後 Annie 3屆野發展協會啊 ，Annie 窮下來帶大家去認識地方的文化，像 Annie 家講的親前地，一個老房子，永福宮幾乎也是好做一些件美 Annie 客家東重繞的信仰的為首，所以其實5月初6兩場啊，都3項路界 ，Annie 是黃子軒與3平塊土台尬與繞散髮。哦，好特別哦！古時候係進堂歌誒，韓國進堂導覽是不是？錯。所以是導覽跟唱歌共下來結合做共下的表演。導覽跟音樂會有相關聯。今天他講的這個故事跟我們的音樂其實會有扣連，所以其實Annie 當到的都採題，Annie 有導覽的老師，佢都要對題風要當到的想法、當到的故事來分享，所以其實佢都可能講一隻老婦的故事，你可能是從一條老婦有關係的歌曲。古時候其實按用嘅方式，子軒自己要做功課，要了解3行亞洲素材，對不對？填啊，今年呢，我今年好像大學生一樣做了好多報告。對，但是很特別，就係 video 我有當到當精彩，韓國本大家有當到舒服嘅發圖，我本大家來參加哦。古時候其實哈，上一堂大家沒有聽到子軒唱歌嘅，下下來我來聽馬莎唱歌嘅呢，就係我來聽我們的新生代的歌手哈，我分享一次帶來幾個創作，我們掌聲歡迎。
水嘅好所在，他送一片土地爱看到，云雾微暖山光，永也未知树南比来比去，水天上嘅好风，花太长阿妹对晓杯难论。我把送嘅思乡爱看到，在南岛里总被着一把条架送嘅事嘅，家门后摆能难鸟，阿婆摆有晒嘅一天嘅落皮干，嗡嗡嘅你条下。亲爱的你侬啊，唔多大汉鸟的所在。亲爱的你侬啊，走马嘅爱在安苏连呀。亲爱的米农，其实一开始没有讲到意思，你是南投的客家人，唔过有没有写这个在美浓客家庄的这样子的一首歌？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做壁纸是去美浓采集这个，对对对。而且其实里面的歌词，对客家话蛮讲究的，我有听到很多就是客家跟演书客家的元素在里面，对不对？应该说歌词里面的故事就是我们那一天，我们算是在那边住了1个礼拜，对，然后所有发生的事情，我们就把它写在歌词里面。对，我1个礼拜就可以写一首歌，好厉害哦！就是有一些我们遇到的一些事情，就是里面歌词有提到说很什么生活，对，什么农舍小哥啊，然后出来救我们这种，就是我们骑车骑到一半，然后车子就没有办法发动，对，然后刚好就是隔壁的小哥来救我们，就把它写进去我们的歌词里。真嘅係好上年嘅觀點，衝出是你客家歌，對不對？那其實也沒想要來問一下，因為其實一直你自己可能本來不會說客家話，爸爸媽媽可能冇嘛該不會講，爸爸媽媽也不太會說。那他們知道你在創作音樂或者是客家音樂，他們的看法是什麼？他们其实是知道我做这个鼻子，才知道我在做客家音乐，所以本来不知道，就是你可能会创作客家音乐之类的。对，就是有点他们蛮意外的，对，说怎么会就是做客家歌曲这样，对啊，然后不会反对，其实蛮支持的啦，就觉得我做的蛮开心的，也就蛮支持我的。所以其实从毕业的时节有这个毕业专题制作，然后成立了一个小小的乐团，然后这一次有机会跟子萱一起来做演出。那未来有想到说汉百以后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规划吗？当然是希望这个小乐团，我们其实不只是乐团，就是我们算是一个企划团队的感觉。对，还有这个可以做出很精美的这个图文设计的团队。对，就是希望可以就是继续的就是创作，然后也可以就是像朝向真的是企划团队这样子，可以独立的去完成很多不一样的活动。对。那比如说像子萱，带着你们，让你们有机会，这一次很开心可以去参加这个童话季的活动，唱歌给大家听。有没有什么话可以跟这个田省的你，有没有？子萱说一下。编小力一点。不会啦，没有，就是其实很谢谢子萱可以给我们这个机会，就是让我们在毕业之后还能继续就是维持这个团队的运作，然后还有机会可以参与就是这么有趣的活动，对，所以希望我们也可以就是一起努力，之后的活动可以办更多更好玩的这样。重赏鼓励。其实对按你来讲，其实记得
动，伊才安尼做客家任何一只新的希望啦。因为可能安尼没做动多年咧，还有动多的新的因为而来，所以其实记到的看法，记到的想法，某可能是对安尼你在客家任何的环境是会更来更好，更来更好啊。某 Q 用给风景啦，对不对？新的声音、新的面貌出现。古时候子轩其实唔单枪带这个复刻乡音，其实里面带 any 被捕过是有给小朋友。Q 哈来唱歌，唐公好会听一部，怎么那么好都没有带我去。你要白死我真的是带最新生代的东西，我晓得。去土记钓鱼，Miyazaki 是宫崎了在哦，因为记钓因为记钓好做的时节记钓又练客家的通绕，差不多安尼做同区关系了种转系以后，记钓是会练新的通绕嘛，是恋爱够 Q，所以记钓是讲老师，那我们要去那个跟日本的学校做交流，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对啊，我就说好啊，那是七家出签七家戏啊。对啊，可是因为我觉得我很感动的是，你到那边你去听小朋友唱歌，你就会发现他们很认真、很投入、很在练习。安尼哈家的够 Q 的时间，你就会觉得很想给他们一些帮助。是从安尼应该从安尼 Q 年走的同区关系也是一样的信念，就是说，在这么小的孩子，你把客家埋进他的心里面。长大的时候是像阿 Q 妹啊，长大以前你小时候也是唱客家童谣，对不对？等你长大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你客家文化、客家音乐影响你这个人的一生，其实很重要的。所以安用的奉训嘞本安利的小朋友不要忘本，不要忘根，让他们能够继续跟文化能够有一个连接。对，那时候子轩真的是，其实南腔气改跟冲头一直有在进行，小朋友、儿童这个音乐的部分也一直都有在进行。小孩也是有在生啊。对，唐公也给来也呀，他不会怂头表演的嘛。错，他就说我是黄子轩啊，我说你不是黄子轩，你不是黄子轩。对，故说其实声音那个歌位，我本吉啊都可以朗朗上口。像这样子，我本声音呢，从给客家童谣，有什么创作的技巧吗？其实对按理来讲，最难的是用办做到正确。正确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很困难。老师的部分，老师还有客家诗啊，对，这边又款诗啊，他要去理解客家的东西，像真的很多小朋友，他真的很不能理解我们小时候的那个环境，因为他没有经历过，所以其实来起都朗朗上口，从简单的方法让他们先接触会唱，再进一步去熟悉安利的文法的部分。那我觉得这是我比较能够擅长、能够拿手来做的事情。唔错，像子轩按优秀嘅演员然后就爱啲啊有同化机同大家来见面了。分享大家4月28、5月5號、5月6號，去到呀这个内山胡同俱乐部欣賞佢啊條嘅演出咯。今日沈夢兩位來到節目當中，謝謝。希望大家。沒什麼看司機，頭前的觀眾朋友，速快休息一下，休下來做運動。